所以超市伫台中市新起的厂房火烧厝，这人知影，造成9个人亡生。花是用独家的画面带乡亲看工厂的内底，这个物件拢差不多烧歹去啊。这个建材拢臭火大，天棚呢，更加铁链啊呢，拢总烧断了了，还有规大片的铁片呢，掉伫半空中，袂落，可见当时的火看烧了偌严。工厂内底拢是乌烟。看无路，所以讲上人员判断，可能是当时乌烟炸掉咧，产生空间的迷失。再讲离出口无几公尺尔，有遮侪人走无出来。来看连锁超市新起的工厂内，为外口看袂出来是他门坑，还是门的坑入去内底独家画面公开。工厂真大，依照消防资料，厂房长97公尺，宽58公尺，有真侪建材烧甲拢臭火大。传话机飞到边仔，消防人员徛伫遮，敢若是安全梯的所在。边仔拢是倒落来建材，天棚的铁片被烧甲拢变形，画落来伫咧涂骹，画挂伫半空中，袂落，佫真侪钢架啊！消防人员要入去，就要闪过这重重的障碍，才有才调入去救灾。当时发现要火伫安全梯附近直烧。工厂内底差不多拢烧了了，这把火夺走9条的人命，其中5个人是做水电的工班的小组，因为3楼东北角所在被吹掉。现场还在施作的工地，所以说设备还没有完全，所以说整个大楼都充满浓烟，视觉就会影响到他们逃生，那可能就会产生这个空间迷失的问题。消防单位初步判断，工厂导火时火正猛，5个工班小组的人伫3楼施工，发现有火灾，往安全梯要逃走的时，因为现场拢是乌烟，造成5个人空间的迷失，看无方向，就呢走无出来。都被那个建材压住，还有被那个烟灰盖住所以大概有3位是趴着，然后两位是那个往上那个俯卧消防人员表示讲，5个人的工班小组伫安全梯附近被发现，判断可能是因为受紧张，又搁互乌烟挡掉咧，致使空间的迷失。为消防传话机所翕到画面，就使看到火当时真猛，掉伫厂房内底，想要找到出口走出去真困难。才好这个5个人的小组走到离出口剩无几公尺，依然无法度顺利逃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